今日都係狀態還 OK 嘅一日，不過琴日又是開始通宵，即係冇辦法控制個大腦嘅一個情緒。不過到而家我已經知道點樣去同身體入面嘅呢個朋友去好好咁樣去共處。今日有好想講嘅一個話題就係關於小朋友同埋點樣養育小朋友，包括對自己嘅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嘅意義嘅一啲諗法，應該係話佢過去幾十年嘅一種一路以嚟縈繞喺自己內心同埋腦海入面嘅一個諗法，就係人類始終都係自私，自私就係人類嘅一種底色，即係我覺得啊，個人認為，因為點講咧，就係按照即係生物嘅本能嚟講，基因繁衍族群係一件好自然界入面好理所當然嘅事情，但係當將人類去有自己嘅意識、有自己嘅諗法之後，明知道呢個係一個100%死亡嘅一個過程，都要將一個生命帶嚟呢個污穢嘅人類世界入面。我覺得喺現代生活入面，當我哋知道所有嘅呢啲存在都係要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係冇辦法擺脫自私兩個字嘅。即係自私唔係一種貶義詞，而係對呢一種現象嘅一種概括。人就係自私嘅，即係好似動物咁樣，譬如話各種唔同嘅動物種群，佢係通過自己本身動物，佢冇自己嘅一啲思維，即係喺我嘅意識入面，佢係冇呢種人類嘅意識，佢只係按照自己生物嘅本能去繁衍。去交配，去完成呢一個基因嘅呢一連串動作。但係當人已經有呢種意識去思想，作為高級動物嚟講，都仲要去做呢個行為嘅話，我覺得就係一個自私嘅行為，即係為咗自己嘅需求而去做一件事，同埋被動咁樣去接受，又係另一回事。即係嗰個主體係唔一樣嘅。今日同朋友傾到關於小朋友嘅養育，點樣可以將一個小朋友可以培養得好好咁樣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呵，係需要耗費精力，我覺得係排喺第一位嘅。第二個就係要好用心思咁樣先可以去培育出一個好嘅相對穩定嘅環境，令小朋友喺三觀未完成、未有自我意識嘅時候，可以提供到一個好好嘅養育環境俾佢。呢一點係需要花費好多嘅精力。喺現代社會入面，呢一樣嘢係更加重要嘅，因為冇更多嘅好似原始人當時唯一嘅需求就係艱苦咁樣去生存，去同野獸啊嗰啲搏鬥。到而家發展到而家咁樣，物質啊、財力啊、科技啊各方面都已經係上天入地，各種神乎其神嘅行為都已經去達成之後，如果人再以原始社會或者係封建社會時代，你有啖飯食，好似養寵物咁樣，維持好你呢一個動物嘅生存狀態，咁就已經係叫係對你好。咁就係好荒謬嘅一件事。
包括好多所謂嘅催婚嘅家長，將養育呢一種高級嘅行為，包括將自己嘅慾望包裝成為愛意呢一種行為，係嚟去滿足自己嘅一個慾求，希望係好無恥嘅一種行為，即係喺我覺得嚇，所以有時候我唔知呢種咁嘅諗法係咪太極端啦，但係起碼喺我自身嚟講，我真係未見過有好幾個人係由內而外去散發出嚟，覺得自己係真正幸福嘅，始終都係痛苦大於快樂同埋幸福，即係可能係我自己內心本身嘅一種心理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咁樣咯，嗬。但係我到而家確實都係未見到過，或者係令到自己真係覺得呢個世界係值得嘅。都係好悲觀嘅一種狀態，我就覺得出生喺呢個世界上係一種詛咒，即係你冇得揀，被拋入到呢個世界度，要接受各種各樣嘅，你本身係唔存在嘅，被拋到呢個世界上之後咧，要接受各種各樣嘅考驗摧殘，即係我哋中國有一句古話，即係本地嘅一種意識就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但係我觀察過好多，即係好多嘢係你冇得揀，你冇辦法，同埋只可以被動咁樣去接受呢啲種種發生喺你身上嘅所有嘢。當呢啲嘢發生嘅時候，人係需要一種心理安慰，就會將佢美化成為譬如話咩勇氣嘅讚歌啊，係呢個社會係需要好似咁堅毅啊、咁樂觀啊嘅人嘅存在，嗬，係美化成呢種心理安慰劑。但係其實點解要咁樣做，冇人知道，冇答案，呢個係一個冇答案嘅過程，你無可奈何咁樣都要繼續落去。有好多好勇敢嘅人就結束咗自己，我唔想，但係呢個世界冇退出機制喎，即係天道佢係唔允許你退出嘅。你擅自結束呢一場遊戲，佢就會俾你懲罰。所有嘅都係懲罰，但係就係咁無理，無盡頭，無可奈何。思緒都係好混亂，我發覺我而家好難去好直接咁樣，或者係好有邏輯，或者好有條理咁樣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呢種情況已經持續咗好耐好耐，從18年開始到而家應該有8年時間，都依然係咁樣嘅狀態，就係OK，各種各樣嘅方式試過冇用，你禁錮喺一個環境入面，無路可逃。
無路可逃。唔知咁樣繼續咁樣去訓練嘅話，可唔可以再重新激發起前額葉啊、個腦科學啊，或者係喺某一日嘅時候，我可以好完整咁樣表達出嚟自己想諗嘅嘢，而唔係話淨係睇人哋，或者係淨係睇書，淨係咁樣無厘頭咁樣去表達出嚟咧。希望自己可以揾到自己嘅心入面嘅問題嘅答案啦，冇辦法靠唔到人嘅，所有嘢都係要自己去行，自己嘅感受自己去承擔，自己嘅困難自己去解決，自己嘅不安自己去控制，自己嘅焦慮自己去解答，乜嘢都係自己。咁就咁啦，睇下經過呢啲康復嘅訓練，可唔可以有啲好轉，直到結束嗰一日啦。我希望可以結束嗰一日快到，因為再諗到，哇，仲有好幾廿年，哇，自己又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勇氣去做出呢個動作，太煎熬啦！呢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真係太煎熬啦。點解呢個世界唔可以令到想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嘅人就生存，唔想生存嘅人就可以有一種退出嘅機制咧？就係要令到唔想生存嘅人都要放喺呢個世界上面，跟住有好多條框框喺度，所以我諗唔明，可能呢個世界就係你越想要乜嘢就越得唔到乜嘢，人生嘅課題或者係活着嘅意義就係求不得，你心想嘅就係求不得，即係將點解會咁痛苦？可能就係將期望可以達到嘅一種境界，或者係期望呢一種理想嘅狀態，將佢變成咗係常態。譬如話，個人有書讀，有飯食，有工開，唔使為生存而去焦慮，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可以活出自己嘅精彩，大家人人都有禮，往來無白丁。呢一種其實只係一種理想，係夢想，係遙不可及，係冇辦法實現嘅一種，好似驢仔前面一路吊住嘅胡蘿蔔一樣，係一種幻想。當感受到愉悅嘅閾值越嚟越大嘅時候，人要獲得快樂同埋簡單咁樣去感覺到幸福，係一件非常非常困難嘅事情。可能活着嘅意義就係求不得，你必須要經歷所有你唔希望、你唔想去經歷嘅嘢。唉，唔知我幾時先可以走出呢個禁錮呢？好似睇唔到路。反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呢句説話都係刻骨入髓，提醒自己咯。我真係希望灰飛煙滅嗰一日可以快啲到嚟。